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海军的敦睦舰队，目前有28官兵感染，舰队的支队长陈道辉嘛防处罚调离现职。针对外界质疑国军暗砍疫情，陈道辉公布嘛讲伊愿意用性命挂保证。伊表示讲5个人发烧，有一个较严重，伊有回报。也毋过国防部伫咧早暗时发出新闻稿，讲查无回报的记录。 在此，我用生命保证，我绝对没有隐瞒任何疫情。海军敦睦舰队支队长陈道辉伫咧电话中回释咧，目前人被隔离而且调离现职。伊强调，身为军人，甘愿死伫咧海上船顶，无可能互病毒去危害个人家人。敦睦舰队发生群组感染，造成28人得到武汉肺炎。陈道辉否认暗砍疫情，严格承认无确实汇报官兵发烧，广泛矛盾。 1员比较严重，他住了2天，所以我有回报。剩下4员，我很诚实的报告，我并没有回报，因为医疗小组给我的建议是，他们只是一般的感冒。当初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于嗅觉方面，或者是那个时间点是没有的。 对立委问是啥人动起15部队休假离营，陈道辉讲是方便执行。国防部长官的确承认敦睦支队汇报机制有问题。 卫福部伫周三发布通报，新增加皮食味一项等项目，讲打扫、落屎、皮食味一项拢是着病的症状。因我男子部伫催稿，再用 email 传送给支队，也无回溯追踪。刚刚舰队长讲的哭哭啼啼的，不是男子汉呐、真正的男子汉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啊！不好意思，我们的船上的人就是发烧了，请你赶快派直升机，把我们捍卫国土的中华民国的海军弟兄姐妹带回来治疗。就是他没有回报，没有按照规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后续还在继续在进。敦睦舰队确诊引起全民的关心，严国国军讲袂出杀责任，对国军的形象伤害真大。国防部2日发新闻稿回应，除了判死人以外，空定人有22人，外飞人有15人就医，其中3个人发烧，2个人有上呼吸道症状。经过清查，男子部每天传送嘅安全汇报表，确认无任何人员的发烧记录，将会甲支队长陈道辉进一步查清楚。国防部2、3开始会每天开海军敦睦支队远训调兵调查进度说明记者会，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海军这一站的军事感染，总统蔡英文昨昏早起嘛有发表讲话，伊强调讲总统是3军的统帅，国军的代志就是伊的责任，嘛针对军舰顶头的疫情向民众回示的。我是3军统帅，国军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我的责任。但海军这场任务在防疫上出了这么大的为失，让国人因此承担疫情的风险，我要致上我的歉意。敦睦舰队爆发官兵群组感染，引起大家惊吓。蔡文亲身出面回示咧，21暗时，国防部长严德发开记者会，国防部长甲海军司令刘志斌要自请处分。外界关心是毋是有新一波人事变动，蔡文表示配合疫调，了解真相才是优先工作。调查完成后，绝对袂袒护。海军在防疫上出了疏漏，我已经要求以诚实作为最高原则。 国防部昨天也检讨了4大缺失，这只是初步，完整的调查清楚之后，我绝对不会护短。现场有媒体质疑，敦睦舰队出航保留时，保留当事人确诊，官兵回航煞未到，是不是有执行其他基地任务呢？对于这一次的任务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任务了哈。 那也不方便在公开的场合说了哈，但是你问我说，除了帛琉之外，还有没有去到其他的地方？那我的答案是没有了。蔡文也讲到，当前台海情势对华军事动作真多，疫情期间必要的战备演训也是爱进行。记者综合报道。 海军敦睦舰队的军事感染疫情指挥中心伫咧昨昏个公布加一个确定病例，目前搬石舰顶头加共有28个人感染。新的这个病例，伊的身躯有抗体，也毋过嘛有病毒，表示讲伊进前捌去防卫过，好啊了后即阵个感染。这嘛是咱国内头一个身躯有抗体，各防卫着的案例。 海军搬石舰互相烧话事件，搁再增加一个40多岁男性实习生，个案在3月23出现发烧、嗽、皮无鼻症情形，食药了后改善，后来到集中检疫所隔离，头一摆采检是阴性，
后来佫出现10批，第二摆采检才较紧。第一也是进前抗体检测阳性的人之一，正做国内头一个有抗体，确实也是画到案例，代表进前保有去画到，不过身体也有一寡病毒存在。抗体出现，后来它基本上病毒量就已经开始下降，所以还共存了一段时间。不过这一段共存的时间越往后面，大家就也说过，它越是那种时阴时阳的状态了。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强调，东部蓝队等下这几天是防疫危机，就看社区风线是无法度守会牢。不过国内已经第10天无本土病例出现，整体来讲社区感染风险低，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家己心乱。整体也因为出院的速度增快，所以我们医疗的准备也不会有问题。社区相关的一些准备也都持续在进行。另外，3月30华航对美国纽约飞台湾 CI-01班机机顶有12例确诊个案，其他乘客甲机组员328人，检验结果拢是阴性。案例379例，酒店旅馆关的相关接触者123人，采检结果也拢是阴性。2个个案拢检测期末拢结案。而搬就军男确诊接触者，即阵必须接受采检的有67个人，其中64个人已经采检，40个人是阴性，24个人检验中，另外也有3个人等待采检。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国外疫情。日本的疫情严重 ，NHK 是报道讲，日本的境内无包括船上公司号邮轮，即马确诊人数，日本本土已经超过11000人，若其中挖近300人死亡，其中嘛有上无10个人是过身了后才互确诊。上严重的东京昨昏嘛标出一间病院内底附设的幼儿照顾中心，有一个员工甲8个幼婴也是细汉囡仔防袂到的群组感染。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6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8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2000多例，咱台湾昨昏加一例，目前是426例。香港有1033例，日本有11000多例，南韩已经超过1万例。美国是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有超过84万例，巴西超过45000例。欧洲的意大利超过187000例，西班牙已经超过20万例，法国超过178000例，德国超过15万例，英国超过13万例，伊朗是超过8万例。新型冠状病毒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60万例。美国是病例数上侪国家，美国伫短短1个月内有超过84万人去围着，4万多人死亡，已经是上界凄惨的国家。美国即摆有人认为讲，疫情会遮尔严重、遮尔惨，拢是中国害的。所以密苏里州即摆要找大省开第一枪，伊要控告中国的官员隐瞒疫情。新冠病毒伫咧美国造成严重的影响。密苏里州的州检察长施密特当地时间2日向法院提出针对中国的民事诉讼，指讲中国官员暗敢消息，压制发现疫情的人，防疫不力，造成病毒全世界大流行，和密苏里州的民众遭受到4名加几多10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叫中国赔。中国讲，因对疫情所采取的主权行为无受美国法院的管辖，这是恶意的滥诉。这种所谓的控告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十分荒唐。美国国际法教授讲，中国的回应唔是无道理，一个国家袂当被外国的法院起诉，这是国际关系的基础。中国应该提主权后边，诉讼可能会被驳回。Why file the suit? Well, there could be a couple of reasons. One would be if you don't trust the processe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y to find out what happened in China and to try to secure some sort of redress. 民主党人士认为，共和党这边的施密特为了要连任州检察长，才会提诉讼，明显是选举考虑。刚好因为疫情被批评的一个世卫组织 WHO 秘书长谭德赛日内瓦时间2日讲，宣布大流行的时间并无相伴，希望美国考虑恢复资金的援助。同时，警告疫情伫咧无同地区出现无同的趋势，防疫抑个正长的路爱行。This virus will b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虽然 WHO 一直辩解无配合中国安卡疫情，外界依然正怀疑。澳洲总理莫里森当地时间2日建议调查 WHO 拖延通报疫情的时阵，提供监察另外的权利，让会当接触所有相关医疗资料，也免得到有关国家同意就当进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
那中国最近是爆出第2批疫情，乌龙港上界严重，有一个对美国登去哈尔滨22岁留学生，那亲像喂服71个人。历史哈尔滨有2间病院发生病院内底的群聚感染。乌龙港疫情变甲无法度收煞，一名为美国登去哈尔滨市的22岁细汉的留学生，接受地处隔离，也通过检测是阴性。该度隔离去过上海，即马被怀疑是这件疫情的源头，一个人可能感染71个人。地处哈尔滨的2间病院部分院内感染，白查名单达到4106人。大锁头已经封上了，啊。这个是确诊病例，人也不用下来了，也上不，人也上不去。除了病院沦陷，哈尔滨市金城小区一栋民家被强制封楼，大门锁死，打红色封条，不准民众出入。因为这出现武汉肺炎疑似病例，显示哈尔滨市疫情严重。为了防止疫情拓开，哈尔滨市严防境外输入，要求各村社区一律禁止不是本地人员甲车辆进入，出入口拢安排专人留守。武汉现有确诊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下，连续7日无新增死亡病例，做好边境地区和口岸城市的疫情防控，严防境外输入病例再次引发本土疫情。中国卫健委上新疫情指出，21日一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7例，全拢来自乌龙岗省哈尔滨市的团体感染。不过官方将重点放伫武汉疫情稳定，无被讲国内爆发第2波疫情。中国教育部近日调集疫情防控专家，指导各校做好防疫工作。错开这个上课啊，本来一个班是这么多啊，大班的，或者说变成小班啊，这些是有很多具体的困难，我都理解。但是呢，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进行了。中南3地视讯会议认为，中国疫情未引起大传播，所以赞成学校合区实施分流教学，落实防疫措施，遇到问题及时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咱做伙关心天气。这2天雨会较粗，提醒乡亲出门爱扎雨伞、雨伞来看温度。这2天咱台湾继续受华南喷雨区的影响，水气有较高，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中部、中南部、澎湖、金门拢有可能会落雷公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雨会较粗，气象局嘛已经针对台北、新北、嘉南、宜兰发布大雨特报。雨水加上东北季风，所以温度会下降。北部24高温只有22度，东部24度，中南部高温也有28度到30度。暗过早暗的低温，北台湾只剩14度到16度尔。来关心水邦澎湖目前是无确定病例，也毋过澎湖县长伫昨昏已经宣布讲，对昨开始到5月13，伫澎湖规定一定要挂嘴罨，无遵守会罚3千。提醒乡亲，毋管政府敢有规定有挂有保护，啊毋过伫家己有一间生意真好，大家拢排队小钱伫买个四小仔店，排队的人却拢无挂嘴罨较济。排甲长乐路西过中的圆环，而且真侪人去做伙，民众翕相片，还佫标出其中几啊个无挂嘴罨，烦恼海军巡逻舰队造成疫情升悬。家己即间2间排队有名店家，可能正做防疫空胖。拜3拜5的早时拢8点了，啊，我拢8点进前就去了。哦，拜足长的啊，就咧一盘扣我要到啊。是在发号码单的时候，大家抢着要拿单子，会人潮比较拥挤一点。那我们只能够尽力跟顾客宣导，一定要戴好口罩这样。业者澄清，就是希望顾客唔通群聚，才改做今仔日发号码牌，明仔依分流时间买，也伫附近标注排队距离。毋过发号码牌进前也是会客真侪人。家己县政府表示已经派人了解，未来会去看到。毋过为这波海军疫情，澎湖县政府是开第一例，22宣布到5月13为止，澎湖全面到外口一定要挂嘴罨，啊若无会罚3千。包括民众或者是游客或者是工作者只要在户外活动，那一律要戴上口罩。那初期我们以劝导为主。官会呼吁到5月7号之前，关护员工尽量唔通去，为着官兵去较济台南甲高雄出场，对澎湖推出动法，国民甲游客有人支持，也有人无认同。海上上啊唔免。因为海上待了3、4个人、1、2个人，要让我到好在。防疫工作是一定要做的啊，而且那前几天又爆出让兵官，因为澎湖也是属于海军也是很多，对我们是非常担心这个区块。
配合海上活动业者真济，有人烦恼严格防疫规定会互游客唔敢去。配合各港口也已经禁止外县市的船啊钓鱼船水上奥多摆停去。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来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澎湖日报》，补贴受疫情影响劳工过日，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是表示讲，政府的纾困现金一礼拜大约有90万人会收到，钱会直接汇入去劳工的口座。若发酷碰券，经济部是表示讲会听各界意见，按算甲敬老卡、悠悠卡、一卡通、纸本拢总加入，过同款无按算要发现金，也是消费券。来看联合报，海军的潘石南昨昏各加一个确定病例，目前计共有28人防卫着。当时船长有人发烧，敢有汇报？即马讲法无同。蓝队的支队长陈道辉少将，伊是表示讲5个发烧，有一个较严重，所以有汇报。过国防部昨暗发新闻稿讲查无汇报的记录。来看自由时报，真侪县市拢有治病阿兵哥行过卡车，烦恼疫情的扩大，农地研究风险的做法，亲像配合已经规定讲出门一定要挂喙罨。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昨昏是表示讲，南对疫情是意料之外的状况无毋对，过咱台湾也未到风险的时阵。行政院昨昏召开纾困甲振兴进度记者会，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讲，这礼拜大约有90万人会收到纾困现金，钱会汇入去口座。另外，酷碰券的效益，经济部嘛讲会搁听各界社会意见来做检讨，来做调整。立法院三读通过纾困特别条例的修正案，加纾困也有振兴特别预算增加到2100亿。所以来看疫情发展的状况，会使搁再增加2100亿。国民党就积极计共4200亿的纾困金，这已经是达到负债的进步啊。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这是因为因应疫情在咧做准备。疫情的本身大家都等于摸着石头过河。那未来会到怎么样，也会随着被疫情冲击的是怎么样，以及因为这样的疫情变化，是有哪一些经济活动，有哪一个振兴方法比较好，也都是活的。苏贞昌讲要救经济，就要让民众有感觉，强调防疫就要提早部署，纾困也同款要量早准备，包括中介收入户含弱势、计程车加游览车的稳涨，家己营业做生意，也有受到影响的企业甲员工等等，差不多有90万人在咧这礼拜就会使领到纾困的现金。弱势有87万人，现金入账1500块，一家有4口，所以特别加注。是行政院花这些钱，我们到县市政府，很感谢县市政府最快的速度，昨天都已经开始入账。苏贞昌表示，在咧4月23拜四，会在咧行政议会通过这新增加预算，4月24会去立法院报告备询，也希望说落来等到疫情转好了后，会搁再启动振兴措施，鼓励民众出外消费。若是毋是要发酷碰券？苏贞昌讲，这设计袂去限制，会收集社会意见，也看疫情安怎样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若受疫情影响，有的劳工无头路啊，有的劳工会失头减。劳动部有提出安心上岗的计划，提供1万个临时工的工作机会。也毋过有真侪地方政府拢话讲，政府的规定甲限制是伤过济啊，希望会当放凉。有名旅行社带大陆线领队，因为疫情对1月底带团返来台湾了后，就不搁出团啦，一时失去收入。所以最近到台北市政府加入青人防疫1.0计划，一个月会使领2万外块薪水，加减赚。最后一团是从1月25号，我是大陆线领队从大陆回来，那就开始整个配合政府的政策，观光局整个就停团，一直到我们4月初来从事这个工作。台北市最近搁再推出青人防疫2.0，也就是劳动部推出全台版本的安心及时工作计划，由各县市政府请出1万个工作，原本目标锁定非代表性劳工，也就是投保薪水在23,800块以下，而且近6个月来劳保爱保2个月以上，确保来申请的是真正劳工。不过，同市长陈文灿认为这款的标准伤严，桃园1340人报名，符合资格只有487人，合格率36%，呼吁中央放宽标准。
现在的职缺的余额还有空缺数，所以呢，我们就根据这样的部分做向下修正的调整。投劳保6个月里面有2个月的投保记录的人，我们往下就拉开到1年内他曾经有投过劳保记录者，23800以下的工资劳保集聚，那我们也是往上那个结构。劳动部表示，地方政府真需要防疫能力，人却是无多厉害，所以讲决定取消原先设定的资格限制。不过，安尼一来，全台千万名的劳工拢有机会去公部门工作，是不是影响到有需要的弱势劳工？劳动部讲，会请地方政府尽量以非代表性劳动者优先。记者自王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的疫情，虽讲是上界严重的，不过即阵嘛豆变较稳定。联邦政府甲州政府即嘛咧讨论讲要安怎来解除管制。不过美国的疾病管制局是提醒讲，阁无半冬冬天要到位啊，半人的疫情会阁摊开，爱量早准备。虽然美国因为防止这波武汉肺炎疫情，早就停止绝大多数的入境签证，不过川普政府也是宣布新的入境管制措施。这摆是针对所谓绿卡，也就是申请永久居留的申请案件。This pause will be in effect for 60 days, after which the need for any extension or modification will be evaluated by myself and a group of people based on economic conditions at the time. Millions of Americans sacrificed their jobs in order to battle the virus and save the lives of our fellow citizens. We have a solemn duty to ensure these unemployed Americans regain their jobs and their livelihoods. 民主党票仓的纽约州长古莫甲川普总统会谈了后，说明伫联邦政府支援检测器材等部组织下，中央甲地方将协调如何重启经济活动。We're starting to talk about reopening and planning reopening. Everyone is obviously concerned about how you reopen, and if you reopen in a way that is too rushed and you're not prepared, you could actually see the infection rate go up. 这也是疾病管制局 CDC 观察的问题。CDC 预计今年若讲有第2波疫情时间将伫入冬，也就是流感季节开始的时阵，到时阵若讲要应付2种无同的病毒散布，除了扩大体检、落实疫情调查，就是感染源的追踪都非常重要。CDC 估计要做好这个部分，人力需求需要达到30万人。记者综合报道。那印度第3月25宣布封城了后，因为伤过赶紧，却出现一寡问题，亲像有真侪失业的移工搬山过岭要回去故乡，却有查某囡仔因为无体力全死亡，嘛有人即马因为较瘦食，过着有一顿无一顿的日子。印度伫咧3月25宣布封城到呾，因为无相关的配套，造成各种的悲剧。真侪失去工课的移工，敢来当长途步练回去厝里。一个12岁查某囡仔讲马德卡姆，为着要为做工课的辣椒园行回去恰蒂斯加尔邦，3天行100公里，18伫咧离因兜10公里远的所在不幸来死亡。जहाँ तक ये लग रहा है ये गर्मी का सीजन है दिन भर रात भर ये लोग बाग चल रहे हैं तो उसके कारण हो सकता है एग्जॉशन हो गया हो या फिर इलेक्ट्रोलाइट इम्बैलेंस या फिर शरीर में पानी की कमी यही एक कारण हो सकता है。就算党有过行真远的路，还佫有现实的经济问题。原本伫咧岛里做工课的移工库许瓦哈，等去故乡年华离了后，根本就找无会当做的工课，敢会当暂时挂卖啊。换来甚至毋是工资，只有一部分的收成，而且这份临时工敢若有短10工。कट जाएगा अपने करेंगे व्यवस्था कुछ ना कुछ तो किसी से मांग लेंगे खर्चा पानी फिर बाद में दे देंगे जब दिल्ली जाएंगे。面对真疯狂来封城造成的混乱，部分的地方政府紧急宣布，所有要回去的人都要接受14天的集中隔离。有一寡移工无法度回去厝里，颠倒直接封掠去检疫所，实施军事化的管理。पहले आंटी सबसे पहले अपने बच्चे को देखना, उसके बाद उसके लेके जाना है घर। लॉकडाउन खुलने के बाद अभी कहाँ जाएंगे? मैं तो ये चाहता हूँ मैं जल्दी से कोरोना खत्म हो, मैं दोबारा शीशगंज में दोबारा सेवा का मौका मिले。法国媒体法兰西日时报道，受到疫情的影响，印度全国目前已经有几啊百万人失业，加上真侪所在的卫生条件无好，经济甲公共卫生的问题做伙出现，互这个国家是头壳摸咧烧。记者综合报道。
病毒的话是部分大人囡仔好行善食，严格较弱势族群去为着了后生活就更较艰苦。生活伫欧洲各地嘛，防讲是吉普赛人的流浪民族，因住伫贫民区，有的是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而且生活卫生条件嘛真歹。住伫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附近的瓦格里，看到规大地捡来塑胶杆仔，唔代表如何是好。资源回收是当地罗姆人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因为抵抗疫情封城，资源回收也拢停落来，互因也无收入，因孙就即个无啉通啉。Pwede mo tsaka na virus po chatbon. Ngay kicha. Chatbon. Freak na kemi po kemi chatbon. Kemi sum freak. Se kemi calamar po. E kicha bon zojo. 伫咧巴黎郊区的即个罗姆人难民营情形也真歹，疫情互因所拄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食袂饱。Ajungem la mila francezilor, s'il vous plaît, ajută un pies. Și dacă îți stă, sunt oameni francezi inteligenți, super genial. Donez acum câteva nu, apre la magazin beaucoup d'argent, un kilo pomme de terre, la baguette beaucoup. Deficient. Nu e bani, e pas d'argent. 罗姆人是源自印度的古老少数民族，过去一直就互人叫做吉普赛人，因散居伫欧洲各国，过着困苦流浪的日子。长期以来正受歧视，无法度住伫咧城市内，拢住伫咧野外郊区。当疫情伫咧欧洲各地大爆发的时阵，罗姆人既然正苦的生活环境，疫情的影响是比城市居民较悬。阿尔巴尼亚只有无到一半的罗姆人厝内有自来水通经，叫因接水手保持社交距离是真困难。On est sur une double crise sanitaire dans les bidonvilles parce que quand le Covid va toucher les bidonvilles, les gens vont avoir des gros problèmes pour avoir accès aux soins. Et en plus, comme le minimum, l'accès à l'eau, l'accès aux toilettes n'est pas encore efficient sur tous les bidonvilles, du coup c'est très compliqué pour eux. Plus le temps va passer, moins il y aura d'argent pour pouvoir se nourrir. Donc les bidonvilles sont vraiment dépendants. 慈善组织已经做面关心罗姆人的弱势处境，为因增加自来水的设备、送防疫物资甲食的物件。专家警告，目前伫咧罗姆人大营区，可能即个若出现零散的确诊个案，抑过疫情若摊开，效果是真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镜头转来，咱国来高雄林园工业区内底嘅台湾女医师林园厂昨昏发生气体外泄的公安意外，造成10个工人身体无爽快，互赶紧送病院急救。高雄市的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有出动8台的消防车去抢救。初步来看，应该是工人正咧进行杜尊槽的放布修理的时跳吊作业。工厂内底也阁有来伫咧内底气体外泄出来。高雄市的劳工局即卖已经要求停工，嘛要启动劳动调查。高雄市的环保局嘛到现场要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来关心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店主林用基以红破红漆，即马警方昨昏伫高雄已经抓到3嫌犯。抱歉，你们是中国指使你们的吗？涉嫌对香港人林永基破拆的3名嫌犯，分别在2日透早甲早起11点伫高雄市抓到，互警方带登去台北市来询问。为什么要破机呢？而早起嫌犯带着林永基到中山北路一段巷仔内底咖啡店，摕到装有红漆的饮料杯，趁林永基坐落时阵，对伊泼油漆。过了1天了后，林永基的头毛甲手骨拢有红色的漆。早上不知道台湾台北警察已经把2个疑犯抓到了，出去我当然是有点担心啊，我怎么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林永基对着这种破拆行为，感觉会烦恼会惊。外团嫌犯讲，会对伊破拆的理由是不满林永基用无款的方式伫台湾搁再来开册店。林永基真无奈讲，无得接受这款的犯案理由。这是不合理啊！大陆找台湾的一个大人员做这个事情，这个是不是要真的要把它解决掉？完全没有任何的。香港歌手何文诗去年来台湾，就把通缉党破油漆。林永基即阵也遭到这个恐吓，伊认为这绝对毋是单一个案，虽然案件也未调查完，不过林永基认为中共代理人问题无应该被忽视。而台北地检署已经将这个案件交予承办过何文诗案件检察官负责指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面对这波疫情，咱台湾是全台湾拢真团结。
防疫的成果受世界瞩目。公司台记台嘛要推出系列报道，要找出这段时间真心啊个互人感动的故事。今日要带观众朋友乡亲，咱来看一个自本伫法国的留学生，伊倒来台湾了后，面对政府的居家检疫政策，伊是安那过日子？内心的挣扎，我们到底是要继续留在法国，还是要回台湾呢？帮体温记录身体状况，自泡面来指腰，远距离上课写作业，这是台湾留学法国的朴树生演示伊居家检疫的日常生活。伊伫2月底就观察到法国疫情正紧，就为几60人变做200人，政府防疫的动作绝对无对。伊伫当地挂喙暗受到歧视，决定先放下学业，回来台湾。现在准备上机回台湾，其实在欧洲法国这边，几乎是没有任何人在戴口罩的。3月7日，为法国波尔多回来到台湾，专程13点钟，伊拢挂 N95 的喙暗，尽量无食饭，无去便所，车接到台北进行自主健康管理。18因为政策为法国回来的人该做居家检疫，这段时间因为调时差、天气变化酷燥，目怀疑家己敢是胃着，好佳在问过医生，确定讲这是家己吓惊家己。还是会有阴影的，一定会。我直到现在就是已经过那么久，那基本上也没有症状发出来。但是比方说流鼻水、有咳嗽，我也会担心说，那我到底是什么时间点感染的？拢总经过20天，一直到3月29日，伊阿兄专工到台北赛车载伊转去台中的故乡。演示表示，无想到讲这抓要转来故乡的路这么远。进前，伊伫台湾辛苦医治远距离上课，正会晓数字管理的伊讲，伊的中程计划全部拢互疫情拍个乱去。这场疫情之战，嘛改变演示甲厝内人的生活惯习。但是消毒跟每天回到家里面要盥洗衣服这件事变得也彻底执行。我们是手脚消毒的，连鞋底都消毒。目前，伊正骨力在做国民外交，法国朋友的态度嘛和进前无啥共款，拢来问伊讲防疫有啥物撇步，伊嘛正愿意甲台湾的防疫经验分享予法国知影。记者尤维珍、张玉水台北报道。咱台湾奉献超过50年的意大利的新妇李玉石，伊伫4月初替伊的故乡意大利募款，结果1礼拜内就募到1亿5千万，也有真侪医疗物资。这物资经过经济部核准了后，当是要送去意大利啊！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照顾。甲台湾的民众表示感谢。意大利新妇吕赫瑟，因为因故乡意大利的疫情严重，医疗相关的物资真欠缺，所以4月初发起募款。结果台湾1礼拜内就募到1.5亿的善款，甲真侪医疗物资，提早达成目标。谢谢你们所有的对台湾的老百姓知道意大利的中国拿来无条件的、很慷慨的帮忙。Compared to 2 months ago, it's much better. The help that we have received from many countries and also from Taiwan, a really big 感谢. Thank you very much. 工作人员一箱一箱咧搬，要甲顶头有打 Love from Taiwan 的防疫物资搬上车，内底有喙暗、防护衫，还有遐豆尖等等274箱，拢总1790公斤重的物件，全部要送去意大利。国内捐赠的物资我们会分2批送，捐款的部分已经陆续抵达意大利了。那目前已经抵达的物资将近差不多6000万左右。第一批已经在4月10号抵达意大利。吕若瑟新妇所属的天主教联谊会创办罗东圣母病院、平湖马公病院、甲圣家明启智中心，伫台湾奉献超过半个世纪。即马故乡有困难，真侪台湾的民众甲斗相共，希望会当共同度过这段防疫的期间，嘛加做台湾甲意大利两边的美谈。记者综合报道。波兰航空 LOT 的飞行机昨暗时飞到桃园机场，
这架飞行机应该是要来咱台湾载医疗物资登去波兰，因为咱台湾有要捐予欧美1000万的喙安，波兰嘛有摕到50万的，这嘛是波兰航空头一摆有飞行机直飞咱台湾。23暗10点43分，波兰 LOT 的这架飞行机飞到桃园机场，也因为中国不准这架飞行机飞过中国领空，所以因驶过中国到咱台湾的时已经延2点钟。这架飞行机的任务应该就是要来载喙安这寡医疗物资。电风风上头，咱来关心。一枚咱台湾历史已经有上百档的台南成社，就是一直用心在保存传统南管的文化。最近这几档，因阁开始伫社区内底教人学南管，目前效果嘛真好，有导游、有医生，甚至有规家伙仔拢带来做伙学。妈妈单皮白，查囝有的下弦啊，有的吹品啊。本来一家伙仔5个人拢伫遮上课，也毋过即节课爸爸因为有代志请假，妈妈讲因拢足介意南管，所以知影社区有开课，就全家做伙来学。阮翁有放个 CD 互阮听，阮感觉这袂歹，拄好有这个机会当来学习，所以阮就做伙来。有100年历史的台南成社，多年以来正拍拼保留上传统的南管音乐。伫过真侪年后，去年开始又搁重新回到社区开班授课，希望这项已经慢慢用要失传的传统乐器，会使互愈较侪人熟悉伊，甚至会使爱着伊。我13岁就开始学啦，阮男生说拢义务的啦。进前咱去学的时阵，咱嘛是义务甲咱教。阮这种音乐吼，毋是讲你现学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是你学5、4人你都学袂了的。迄阵我家己的囡仔，伊拢甲我定位讲南管就是老人咧佚佗的。啊，其实我甲伊讲，阮即摆阮遐的学员吼，阮的领域足宽的，毋通讲阮南管就是迄个老一辈咧佚佗的迄。本身是心脏外科医生的学员讲，伊感觉南管是一个真有特色的音乐，毋但会使互心静落来，嘛会使排解压力。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对，而且这是工作之余放松的一个就是兴趣。愈学愈有兴趣，然后愈学愈趣味，系啊，那感觉一礼拜无来学吼，感觉怪怪。我把这个境界画出去，然后慢慢发展安尼。南社社的老师讲，只要有人肯学，因就会拍拼认真教。毋但要互南管的乡会会使继续传，嘛希望南管音乐会使为愈较侪现代人来解新闻。记者陈淑君台南采访报道。那中华和美的保安宫原本就有大古镇甲新庄班，也毋过这成员年会拢有啊。平方为着要延续传统，是找少年家来学，望讲镇头的文化会当代代传。少年囡仔真认真在练习弄鼓，其实因拢是庙里开锣鼓的成员。中华和美得赢里的保安宫，原底就有大古镇和新庄团这寡镇头。毋过，因为成员的年会愈来愈大，庙方转做一个由国中、国小的学生所组成的少年开锣鼓队。大人会协助我们，所以我要做的事情蛮少的，就是要管好他们，然后就是叫他们拿好器具。练习的时候还好。爸爸出去看绕境，然后我对那个很有兴趣，所以就是到了去年才加入这个保安宫。少年开锣鼓队的成员本身就对民俗文化真有兴趣，而且因拢是保安宫庙方干部的囡仔，自细汉就对士大人伫庙会活动出入入。因为有一点点兴趣，然后就是小时候看就是阿祖他们在打，就是好像很有趣，所以我就加入。一寡少年歌手平常时伫学校认真读册。放假的时阵，才会同齐练习，希望用因的热情，互传统的庙会文化会使一代刷一代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屏东枋寮遮有一对做农的翁仔某，因伫爸爸洪灾着学，回去故乡种莲雾，嘛对伫时代的脚步，即马甲莲雾园是经营甲正成功，毋但有固定的销路，嘛有拍出家己的牌子。土地仔内面的莲雾拢已经熟啊。王清豪和吴东华翁仔某都无闲伫咧采收，伫咧屏东县枋寮乡种莲雾20多年。王清豪用草生栽培的方式，无喷农药。伊讲这是延续妈妈过这片莲雾园的坚持。不舍说啊，就这样回来，常常在喷草药。回去那天回去哦，
会很口渴，所以就觉得那我们就去做草生的只要累一点了。笑笑讲做农确实有较忝，毋过王清豪讲起转来故乡种植的迄段往事，当时拄好拄到爸爸风灾，因毋甘爸母留落来，要挖1公顷的冷木园，全爬远去。王清豪甲工课辞掉，转来接厝的工课。就连王清豪的太太吴丹华，自本毋捌行入去冷木园，即阵也真做是种冷木的高人。台北那边拍卖市场，然后有一部分我就自己直销。QR code 就是你每一年也是固定要去做药检，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保障。吴丹华毋但固定替任务做药检的测试，也申请 QR code， 互民众会使随时伫咧网络查看卖任务是毋是安全。王清豪甲吴丹华两个人翁仔某共心，即阵毋但有固定的销路，也创出家己的品牌，成功互这片任务园起死回生。记者综合报道。体大车饼来看中华职棒，即马即阵是全世界唯一有开始咧比的职棒。顶礼拜5伫推特有提供英语的转播，吸引500万人次来看。一礼拜5的比赛，同款有英语转播，希望全世界的人拢来看。13号336。去新庄球场统一赛对职员挂喙暗，通过红外线监测仪，确认体温无问题才入去。主场悍将球员正进行攻守基本练习，真平常的例行公事。因为其他国家职棒袂当拍，就感觉真珍贵。也因为中职领先全球闭门比赛野手林奕泉将第21达成生涯1600安的纪录。能稳定的出赛，然后保持身体健康，才能完成这个纪录嘛。我觉得现在防疫比较重要啦，大家还是要先以疫情为优先啊。观众袂当进场，无票房。顶礼拜桃园的5场主场赛事伫推特英文转播，吸引将近500万人次，互中职成功走向国际。富邦甲统一也决定，礼拜5、14开始的主场比赛，伫推特提供英语转播。有国外媒体当然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新鲜的，以前是比较少有这种状况，那感觉上是热度是有。推特英文转播效益大，桃园市长陈文灿也讲，已经甲乐天桃园负责转播的 Eleven Sports 协商，提供200万的直播补助。主要是要有英语的评论员，那国外的球迷才看得懂。那我们希望说，一个球季大概60场。英文转播互中职伫短时间内赢到能见度甲话题，要延续这制度，海外转播都真关键。限制确定伫5月初5要开始拍，可能分散海外球迷。有球团私下表示，希望5月初应对外宣布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无停，产业受影响。伫彰化县，目前已经有1000多人防治犬，得晓无身假的嘛有1000多人。彰化即马有一间病院为着要帮助民众渡过难关，提供逐个月50个做临时工的工作机会。伫病院门口协助民众用体温消毒双手。黄小姐原本伫脚踏车工厂上班，不过因为工厂产量减少，伊被绑无薪假，暂时到病院来拍工。彰化远洋病院自这个月底开始，逐个月提供50个亏，互伫疫情期间失业的民众也可以当维持生活。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公司现在都在放无薪，想说找个临时的工作。就是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然后刚好在旅游业上班，然后这个旅游业就是受到影响这样子。江小姐原本伫旅游业，不过即马旅游产业真凄惨，伊也失去工作。疫情还未落来，像因共款拄着减班无薪假，甚至被自欠的民众袂少。彰化远洋病院表示，提供的费包括协助防疫，也是为病人送药等工作。未来病院也会当结合病房，互因到社区进行老人送餐，也是社区消毒等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大概1个月差不多50个名额的这个以工代赈的这个，让一些乡亲朋友，如果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突然没有工作，能够来这边有工作的机会。那工作的内容大概就是说，也刚好在这个期间协助我们医院来防疫。
根据中华管府劳工处统计，随着部分企业减班、餐厅结束营业等，全关目前有1141人被资遣，帮无薪假的劳工也有1112人。原因便于这款以工代赈的会是带头示范，希望有更加侪有能力的企业得里做，帮助劳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已经宣布讲，今年的国中会考也有4级自专的统测，因为疫情的关系，考试的时要开通风，所以嘛要取消英语听力的测验。不过有真侪学生讲安尼无公平。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讲，今年无要考听力的测验，就是为着确保公平，其他的题目嘛有法度考出这程度的关键。为着会考做最后的准备，国中9年的囡仔逐科拢爱复习。虽然英文听力测验敢若占英文2成的分数，嘛袂使放松。就关窗啊，对啊，关窗。还不能关窗。对对。担心吗？我觉得口罩觉得还好。关于汤仔门练习听力，但是教育部宣布会考会开冷气，甲汤仔门嘛取消今年的英文听力测验。甲分数刷去外头测验，有考生感觉这寡拢白准备啊。其实说影响到很大是不会，但是就是也剩不到1个月啊，这样突然讲话就是有点奇怪嘛。觉得有点不公平，因为就是大家有在准备听力，或者是说听力比较好的同学，可以借由听力这块拿分。如果是听力不好的同学，就这样不考听力了，他反而就是赚到了，因为他不用担心他听力会听错。今年英听无要考，有国中认为决定是真临时。听力真强的学生认为无公平，老师是认为恐惊影响台选学生的正确度。我想老师来搭配108课纲，你今年突然收进来学生是，可能他的技能上会有一些地方我没有办法做判断的时候，那可能老师在推后续的这些教材上面，可能就会造成蛮多的困扰。英听无要考已经是事实，老师讲，敢若会当甲有不满情绪的学生讲，读册路阁真长，今年无要考，去高中也是爱读，新大学嘛会考，转去平常心面对。记者随新志明台北报道。真侪人爱啉手切茶，一年大概就爱用15亿个塑胶杯啊，甚至去一逝传统市场买菜回来，塑胶袋啊嘛是10外个。严过这用一届就单调的塑胶物件，即嘛对咱地球已经造成真大负担。用起泡袋啊，将物件包起来，装入盒包了后，搁再包一层，最后用纸箱啊，甲装起来。敢若一个碗就需要4个包装袋啊。包材成本甲使用量是按真多，为了对源头解决这问题，台湾新创业者提出循环包装袋的解决方案。电商出货，将商品放入循环的包装袋啊，消费者摕到了后，提出商品，再搁离家己相关的据点，将袋啊放入去规形的箱仔内底，包装袋啊就使一直循环，搁再使用。像配合家提出的一个方式是，我们先把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包装租赁给我们的电商卖家，然后消费者可以在这些平台上面看自己要不要选择这样的包材。然后之后他拿着包装的时候，消费者可以到他附近的店家去做归还，并且得到一些折价折扣和一些折扣活动。另外一个制作一摆性包装的所在是饮料杯。2019年全台饮料商机差不多1000亿，每年爱大约用掉15亿个，敢若用一摆饮料杯。有新创业者相关提出租用饮料杯的服务。我要一杯热的拿铁，我要用这个老气的杯子。买饮料选用租借的杯啊，啉完了后会用自动提到贵行站去行。也用这间店买，迄间店行，杯仔回收了后送到清洗厂清洗消毒，才会经过品管检查，杯仔就用一直循环，搁再使用。即阵台南市有20间饮料店合作，会员人数超过1万个。一摆新包装带来方便是建立在和顺地球资源的基础上，人类所用的环境成本已经侪到唔知变怎行啊！到底是继续要甲当作无看到，也是开始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伫东沙宽大国家公园，遮的海洋生态真丰富。最近阁发现5种新的物种。南海之环东沙宽大有丰富海洋生态，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委托学者调查，阁发现真侪毋捌记录的新物种。其中，这种只有2毫米大小迷你贝是岛滨梨属。
是咧进行马祖甲部长调查的时阵，意外发现的台湾新纪录种。它的个体因为比较小，然后它必须要栖息在一些比较会受干扰的岩礁，台湾前岸海岸，大概这些地方都已经被水利设施，然后或者是那个海岸的工程破坏掉。这摆年度调查发现5种台湾新纪录种，除了1种贝类，也有4种蟹类。这种四角形背壳有纹路，大螯是黄柑仔色的，杜马卡宁向手蟹，大细差不多2公分，台湾唔捌发现过。伊存在伫东沙岛，是伫南中国海分布的上北边。它最多的数量可能就会在更热的地方，像婆罗洲啊，或是菲律宾啊这一带啊，所以它在这个东沙岛的分布算是它最北的一个界限。未来了哈，如果它受到一些干扰之后，可能东沙岛就没有了。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每5到10年会进行东沙的物种普查，每一摆收获真济。最新的调查显示，东沙大部分栖地物种属性稳定，依然有更较侪物种等待找找，是重要的海洋生态宝库。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在拖，真侪城市拢封城，这对野生动物来讲，无的确是一个好消息。包含讲这山羊啊、美洲狮，也有野猪，这动物拢走去城市内底大陆世界。那印度是有看到已经10多年来拢无看到的海龟，即马又搁出现在沙坡。规定的山羊伫咧英国威尔斯海边的兰德迪诺拉纳索。一只美洲狮是伫咧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龟仔路散步，一个跳冰过墙位啊，走入去明体。因为疫情，互大家拢踮伫咧厝内无出门，宁静的城市龟仔路颠倒出现真侪野生动物，像旧金山这个普通市游客真侪，会当看金门大桥的观景点，也出现一只鸟人。也伫桑拿这间购物中心外口出现一只野猪。印度东部的奥萨里邦海沙坡有一批10几年唔捌看过，本来是极度濒危的海龟来只乌空饲卵。保育专家讲，按照知影人类对地球外糟蹋。We are beginning to see wildlife that we had not expected to be there. We are seeing clear skies. We're seeing views of mountains that only our grandparents told us about. We're seeing a reduction of pollution. It is giving us this quite extraordinary insight into just how much of a mess we humans are making of our beautiful planet. 疫情和人类各种活动规拢停落来，废气的排放也降低，对环境的破坏甲污染也规拢降落来。研究人员发现，无论是纽约的天顶，也是中国东部沿海，空气品质拢明显变好。野生动物搁出现，更加是环境改善的上好证明。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慈，祝乡亲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